抽起咗兩個副司長係完全唔影響新政府嘅運作嘅，因為基本上做嘢都係局長做噶嘛。咁而家抽咗兩個副司長之後，我相信嗰個爭論又會少咗啦。嗰兩位副司長嘅最重要嘅職責係咩啊？一位咧就係推動經濟發展，另外一位咧就係去提升我哋嘅人力嘅資源，就係增加香港嘅競爭力。咁佢哋要做長遠規劃，佢哋要做統籌。咁既然呢兩樣係正係市民最渴求嘅，咁而如果我哋喺而家呢個重組裏邊，你話漏咗呢兩個職位咧，似乎都唔係好合邏輯。後任行政長官佢哋揾佢哋嘅司長、局長或者係副局長或者係政治助理等等，有冇洗白白？呢個係好緊要嘅。咩叫洗白白呢？就係利益同埋角色衝突呢，預早係要搞清楚。梁先生同佢嘅後任班子呢，已經係提出過，佢哋一定要自己係要自己要去確保冇任何嘅利益衝突，亦都唔能夠持有外國嘅護照。對於僭建啊等等嘅問題，更加要連佢嘅家人各方面都要小心要去處理咗。